居屋二手市場交投回升，盤源收窄，議價幅度減少。新近新蒲崗居屋彩頤花園業主放盤3星期，輕微減價2萬元即獲承接。世紀21富山香港地產聯席董事劉善彤表示，新近公司促成為新蒲崗彩頤花園單位，剛售出為11座高層 D 室，單位實用為588平方尺，3房2廳雅裝單位，向西南享樂園景觀單位，剛獲居二市場，買家以648萬元居二市場價成交，售面積尺價為11,020元。據了解，單位業主放盤僅3星期，原叫價650萬，最終輕微減價2萬元成交，減幅僅0.3%。原業主早於2000年僅以153萬元未補地價購入至今，持貨26年，帳面大幅升值495萬元，期間市值勁升約3.2倍。